过来看到2026年的世界杯兼2027的亚洲杯资格赛第2轮的分组循环赛，咱的代表队原底3月21日要伫咧台北电竞场对战吉尔吉斯，不过骹球总会昨向公告无法度借着场地，所以要改伫咧高雄的南马溪比赛。不过台北市体育局是出来回回讲，是骹球总会无去开会，3月当期嘛拢已经排满，骹球总会才会借袂着场地。0-1无法度赢过马来西亚，中华男子骹球队去年11月无法度伫咧2026年世界杯、开2027亚洲杯资格赛第2战得胜。迄当时比赛的台北电竞场，事实上是去年8月和台北市体育局临时协调来的。至少2、3个月之前，至少让我们先让我们知道一下，才能去做一些调整。3月1日，台湾队搁伫咧主场要来对决吉尔吉斯，骹球协会设定是伫咧台北电竞场。不过，骹球协会初1暗时伫面册卖奖也发出公告表示，拍拼到初1中昼，也是无法度顺利借到台北电竞场，决定伫咧高雄市立南马溪骹球场举办，向全国球迷会失礼。不过，台北市体育局是驳回去年9月会期骹球协会拢无来参加，而且3月早就排满了，10月9日早就安排超薄的用户。在客观上，我们没有办法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赛事的一个使用。8月的部分，他们也是有来拜会，并没有提到说今年的一个赛事的一个所谓借场地的一个事情哦。整个行政程序上面，第一个你没有预定，第二个你没有预定完之后，你没有去找人协调，第三个你协调不成，你的备案在哪里，你没有及早公布，这才是你整个流程里面会被大家抨击的地方。骹球协会无进一步的回应，不过声明有讲到南马溪骹球场有真侪项设施符合标准，却因为灯光无符合国家队下级比赛标准，比赛调整到下晡4点开始踢，而且座位无坐无要卖票，昨暗9点引起球迷批评，认为有行政过失，必须爱追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